李石宏、魏志豪、麥卓華，物玩潮人。過2日就係情人節啦，拍緊拖嘅朋友，你哋準備好未啊？你哋準備好俾人斬到一頸血未啊？你哋會諗，本來冇耐之前嘅平安夜，先至啱啱俾商家作咗一筆，本來可以趁住過年逗多啲利是，恢復翻大傷咗嘅元氣。但係嚟緊又有情人節，又有元宵節，啲商家仲嫌未夠喉，唔知幾時開始又無啦啦發明咗一個乜嘢白色情人節。喂，俾我唞下得唔得啊？梗係唔得啦！你要儲錢啫，商家都要搵食噶。上半年唔賺盡啲，下半年乜節都冇，咁又點捱啊？唔怕，喺台灣民間嘅7月初7夜晚，即係七夕，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情人消費日。香港嘅商家已經好努力咁煲咗幾年，今日仲未煲熱唔緊要，遲早都會煲起嘅。到時下半年嘅業績咪有着落咯。好似萬聖節咁，當初都係靠海馬公園年年搞活動谷出嚟啫嘛。我細個嗰陣，香港根本就冇人慶祝萬聖節嘅。本來我係想睇下情人節同科技之間會唔會有啲乜嘢話題，於是上網兜咗一轉，發覺不外乎都係利用科技慳錢嘅攻略，例如用 app 搵食飯優惠啦、睇戲優惠啦、搭車優惠啦，呢啲唔使等情人節都隨時做得啦。咁不如等我天馬行空咁諗翻1-2個，睇下有冇人真係研究緊。首先，情人節係咪一定要送玫瑰？又係咪一定要送去辦公室？人有我有，鬥老土？可唔可以留翻到生日嗰陣，價錢變翻合理先至送？如果唔得，咁有冇價錢合理嘅科技可以令真花保存得再耐啲？等我哋可以盡量提早買花。跟住，情人節係咪一定要食燭光晚餐？我希望唔使好耐，虛擬實境可以真到唔使戴眼鏡都會令你置身其中。咁2個人一齊就去邊度都可以食燭光晚餐，仲可以自己設計場景添。要約會對方，最初係寫張卡，後來就打電話，而家就發短信，下一步就梗係拍片啦。而家已經有人做到寫一張卡可以寄1條片，成本仲好低添。靠鬥燒銀紙嚟堆砌嘅情人節活動，又冇內涵又唔環保，大家不妨大膽啲、破格啲，用誠意代替成本，敢愛就要咁做。街邊焦急的我，餐廳憂鬱的你，隔片紗玻璃，兩眼帶些傷悲。交通燈邊的我，緊抱心愛的你，輕呼吸聲，確已急速到死。冷雨撲向我，點點紛飛，千斤高溫波濤，由你湧起。個個說我太狂，笑我不羈，咁要交出真情，那算可悲？狂抱擁不需休息的吻，不需呼吸空氣，不需街邊觀眾遠離，微雨中身邊車輛飛過，街裏路人走過，交通燈催促過，剩下獨是我跟你。收緊一雙手臂，箍緊身邊的你，透過濕碎衫貼向你的呼肌，身邊多少指責都已一概不理，愛得真心我倆應